就係影呢個圓圈咯。嚟啊，嚟你試啊，睇實呢度啊，你睇下點？你腳步一路喐，好似影片咁啫嘛。隻手又喺度喐，其實你咪一路轉緊角度咯。咁你咪啱嗰個角度，你先撳一下掣咯。即係你當你影片咁。你喺度喐啊，狂喐啊！始終你會揾到你想要嘅角度嘅。不斷喐啊！你手都可以高低㗎，左右㗎，轉㗎。你好似影片揸機影片咁樣啫嘛。嚟停喺度再喐都得㗎，停喺度轉扭軚，咁你咪見到個建築物同埋個人個角度嗰個擺位喺個四方形度喺邊咯？你明白我講咩其實？嚟，我做俾你睇。我知啊。